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Linda玲玲。呢次大埔嘅火災，讓無數嘅同胞朋友失去咗家園。每次諗到或者睇到新聞上呢啲畫面都非常之痛心。所以嚟緊12月7號禮拜日，我哋會喺寶能嘅黃燕酒家為狗狗慶祝生日。呢場晚宴呢，更加係一場公益嘅眾籌現場。到時我同姊妹們現場唱歌嘅所有收入，加上呢次晚宴嘅募捐善款，會全部轉交俾大埔嘅救助基金。盼望大家有時間可以嚟赴宴，或者通過線上嘅一啲支付方式，各大銀行嘅一啲救助方式，向呢啲同胞朋友們伸出你哋嘅援手，幫佢哋早日重建家園。多謝大家。